创啥啦？录音较认真的无？我就认真的那呢。无啦，其实咱录一个开场尔，凊凊彩彩。头拄仔叫我认真，你即摆讲凊凊彩彩，无啊，咱是双标哦。我好啦，好，咱就是爱先甲听众朋友讲一下，讲这又搁是咱出差的部分啊。所以我过来回信咧啊，是毋？好啊，你想要？嘿，听众朋友，是咧，搁是出差的声音吼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对，除了这集以外，还有2集吼，大家爱忍耐者啊。为着恁的耳仔来。すみません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有无？无啊嘛，你看。咪安尼。我喊你咧，哦，好啊，就是除了咱后一集就是迄声音较好的迄种的啦。啊，过来还有出差，还有一个2集的，大家就小忍耐者吼。小忍耐要结束啊啦吼。好乖，但是内容同款精彩，一定爱期待。无毋对啊，对啦，你毋是要甲我讲你迄出差的故事？你敢有去食酸啊？无啦。啊，是安怎？虽然讲我去玉井，但是我迄工可能叫你。就是电话话着，我嘛巴肚疼，所以我迄工，所以我迄工无食啥，啥物拢无食，而且时间足赶的呢。我咧讲，我伫迄台南高铁啊，大家毋知有去过台南高铁哦？伫迄规人，就是规个拢是人，无啦，无错，就是一个较远的所在啊。而且我迄当阵就是因为赶时间，所以我直接就是坐客运车去迄个玉井，结果迄客运车司机就甲我讲啥？我一啊吼，对啊，迄客运车司机就甲我讲。你安尼要倒来嘛？叫无车，无我拄则等你好啊！你要偌久？我讲我直接1点钟就好啊！你讲好啊好啊，你我等你。我讲你先去食饭。哇，人真好呢！对咧，伊个甲我载倒来的，对哦。台南真正是真有人情味呢。听众朋友，恁敢有拄过即款的？我细汉时阵有拄过。甲你讲，阮朋友甲我吐槽，安怎？伊讲，伊就是敢若无想要去空车倒来安尼无柴油尔。你当做人对你足好的吼。你看，这世间安尼吼，拢安尼要甲我吐槽安尼。我就是感觉伊人做好。伊阁有甲我讨电话呢。伊讲过等到要坐高铁嘛，再甲我载。哦，还是伊是介意我？趁你无伫的时阵，你看我有危险嘛？袂要紧啦，祝你幸福。再回来，听众朋友咱开始啊，吼，听这部啊，吼，再会。那是再会，然后继续听。故事讲了，好啊，继续讲了，吼。哦，就甘心的分享就是啊。对啊，咱继续听落去吼，这部开始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来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上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哦。咱今仔日的录音设备真特别哦，大家敢有听出来？什么特别？讲话啊，你这个电话开讲的朋友。歹势啦，我伫线顶伫咧台北甲大家相会。对啊，阮今仔日是黑白边到领导，阮今日出任务来到一个。我毋知影。咱台南上有名有出山山呀的山区。咱内面看袂落去啦。咱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的出名人哦。欢迎。这听众朋友跟你讲，阮毋知影要哪甲介绍，因为我本来想讲要介绍伊的名就好，但是伊家己讲伊要介绍伊家己，伊坚持袂当，伊有伊的名，咱听伊家己介绍。有伊的坚持啦。来，我先甲大家先自我介绍。安尼是咪爱先唱一条坚持？坚持哦，写出新鲜歌，分享真。歹势，我吼最近常常陪阮囝咧耍恐龙，耍到哪拢烧声。梦我唱歌安尼吼，惊大家一开始听啊会做梦。袂啦。我先自我介绍啦，我是迄个玉井咧卖山野歌。较早吼是无名的王帅。今迄个我叫林发条。AKA 狱警金城武。这一定爱强调者，因为伊咧讲阮人的名，我就讲好。歹势，我结婚啊！这我无缘的啦，这我也无缘的。我毋是讲生笑的。你只要吼，你伫咧批顶管写狱警金城武，对，你莫写地址，我是毋敢讲全台湾的邮差啦，还是讲吼乌鸟啦、顺丰啦，还是迄个新竹的，基本上拢寄到，拢寄到阮兜。无要紧啊，咱无替因业配，免比啦。拢会当寄到恁兜，再厉害。绝对会使。我倒来这玉井这8档哦，这7档哦，对，差不多收过100-200，因拢一定习惯啦。我所有的朋友拢写狱警金城武，拢寄来到阮兜，所以即摆拢做习惯的。够合的啦，你至少爱写台南就。当开始吼，
阮兜的人袂习惯，对，因为邮差寄郁金，讲郁金金生活的批，阮爸爸想讲是伊的，费用，嘿，阮爸爸想讲是伊的，我听了有够生气的。我嘛做生气，我嘛做生气。好，所以你就是伫剧这卖山野歌啊，竟然是无名网帅。听讲啊，你还有就是写剧本哦，写较早有出过图文书，图文书，嘿，啊嘿个迄个无聊啦，嘿，啊算是命运的创治啦，命运，嘿啊，一份命运创治人，一直家己 Q 啊，真好真好。然后就是去互尤去写剧本，哦，白表我偷偷甲你讲，嘿，伊之前还有演电影哦，伊真的哦有演迄无算电影，无算电影电视剧，嘿嘿嘿嘿，电视剧，对啊，伊有演迄。一个咧当钢琴的，袂使讲会叫人毙掉，嘿永凹人，永凹人内底一个单钢琴的角色。迄个剧本，迄出电视剧是迄周董对无？周董出资的对无？毋是，伊是算挂导演啊，出资的毋是，哦，周董挂导演安尼。嘿，北边另外这你毋知吼？哦，这足久啊，这足久啊这你看你台，无了解，阮即摆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的路人，逻辑。偶像型的剧星，好，安尼就是阮拄则讲着你的过去，北边记第二条换你啊。好，第二条就是要问讲，是安怎会开始拍 YouTube？其实当初是安尼啦，阮转来，阮经营迄个脸书的粉丝团嘛，啊，迄个时阵，阮拢是 po 迄个狗仔的相片，阮兜有3只柯基犬啊，对，啊，然后迄个时阵拢 po 狗仔的相片跟影片，啊，迄阵嘛想讲，啊无囥伫遮嘛是囥的，翕的嘛是翕的，啊无迄个 YouTube 吼罔囥。嘿， YouTube 的台语是不是 YouTube 嘛？对，水讲啊，水讲哦，有讲吧，有讲，有讲。所以迄时阵就开始有咧囥，啊囥咧顶悬了，变成讲，因为我较早经营网络已经足久啊，所以有一个你若做好一个作品，有时阵因为网络足侪平台会使囥，所以变成我可能毋若脸书，还是 YouTube， 啊无就是。有汤坑拢有汤坑就囥起哩啊！就像我这个产品出来哦，会使上架迄个上架，全部拢甲囥起哩安尼。所以变成是安尼啊，买手就开始有咧认真加片啊。哦，较早拢是安尼随迄个手机啊，录的啊，就囥起哩啊。买手就开始有咧认真咧加，啊，就慢慢安尼经营起来。加到尾啊，伊拢变做九九哥哥啊！我连发条这个名拢无呀，伊无名，我连名拢无呀。伊即摆嘛无名，伊即摆叫 Happy 爸爸。进前，我甲你讲进前咧网络新闻写啥？因为我咧搞啊名啊。我要甲你纠正者，人是网络，网络是网啊你行的路。对啦，网络。无紧，咱正字一个好不好？网络教育平台，对，教育最重要。哦，安尼我讲啊，因为阮。迄个逐个所在咧口音无共，对，口音无共啊！但是因为阮即摆是有伫推销台语正字，所以阮就是来开讲的过程当中，若是有听着，拢会当迅速甲恁讲一下安尼。无问题。好。然后迄阵你网络，收济啊，收济。对，伫网络。网络的新闻啊，写因为可能我的猫啊是狗啊，迄个影片，然后伫网络顶悬请开。对。因会转发嘛，开始写一寡新闻。对，啊，迄当中拢写讲你是狗仔哥哥、狗仔主人。啊无就是南部的男主。对，一个南部，一个玉姐查甫人啊，啥物饲狗啊，啊个因啥物拢无名呢。真正咧，后壁连名拢无呀。所以就是无名的网帅。我较早是无名。原来早就注定啊！早就注定是无命的王帅。一路行来坚持啊！搁要唱，坚持到成功。听到没有想讲奇怪，咱这第二季的风格呢，完全拢无共款。好啊，所以就是因为讲，就是回来了有闲，然后所以才甲片拍加咧呢。对，嘛其实嘛算是讲。我个人的习惯啦，我较早伫台北的时阵，咧工课的时阵，我嘛就是习惯咧拍影片，而且我伫大学的时阵就开始咧拍影片。对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就到即嘛是，
对，足习惯的。若是有啥物好耍的代志，就开开录录的安尼。哦，但是你随拍出来，时记录。对，但是你拍出来影片足趣味的，嘛拢是足生恁日常生活有节奏，有迄种生活感的。想要问讲，你当初是敢有想讲你的影片就是要安怎呈现啊，要安怎拍，是讲你无啊？我前除了较早伫台北上班做工课，爱写剧本以外，对，其实我转来我拢是一镜到底，台语变哪讲几个一个镜头翕到底，啊，接白话就对啊。OK， 一个镜头翕到底。对，啊，就是我拢是无咧加，就是像我个人的 podcast 嘛是共款。我拢做 freestyle。听说没有，即摆有人要抢频道啊，无要紧啊，咱等下互你介绍啦。伊嘛有伫做 podcast 啦。啊，我 podcast 无你遐专业啦，我拢手机啊开录录的，啊，就拢。袂啊，但是你无阮遐专业，就是你的听众比阮较。人之前排行榜佫有迄上悬，什物第3名还是 KKBOX 迄啊？前几名，规日你有摕到100大就对啊。连续2档摕着，我拼明年嘛，连续第3档摕。我笑着的啦，哎，歹录啊，随便歹录，我歹录啊，你继续啊。所以你过来啊袂啦，伊袂讲你。所以你着拢直接翕，啊若嘛袂特别想讲要就是翕啥物款。无呢，我有时阵跟人讲，可能嘛是我因为我做直播做足久啊，对啊，所以变成我较早我本身嘛会有一寡跟着像恁即届要访问，对，你互我的迄个卡本甲问题，我基本上看一下我就算啦，因为我较习惯现场，所以变成我咧翕狗啊、翕囡啊、翕猫啊、翕家己，我拢是现场。你讲知影网络有较早有一个，阮嘛算有小可有名的影片，就是阮某咧扭蛋。哦，我知。啊，迄嘛是。想要爱啥拢准备着迄个啦。伊我若无互扭蛋，伊就扭我的蛋。哦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嘛是因为做即兴的讲遮的话，所以变成较好笑。有时阵我若讲硬要迄个写出一个足好笑的，然后呢，有时阵若演了无好，还是啥无，所以变成我的影片大部分拢是足自然的。其实嘛，你本身就是有好笑，安尼翕出来才会好看啊。我问你一个台语的迄个默契的台语，要安讲？对，要安讲？默契。你若要照字款是默契，但是咱无人安尼讲。对啊，反正就是我就是我甲翕的人。红翕的人呢，拢有默契啦。所以变成阮咧翕的时阵咧过程呢，伊可能机甲倒头安尼。嘿，差不多，我就是迄个倒头的角色。啊，所以伊手一举开，我就大概知影伊要什么，我就会使帮伊帮伊讲出伊想要讲的话。哦。所以变成我毋管迄囡仔，阮囡仔袂讲话，猫仔狗仔袂讲话。对。嘿啊，阮某是无爱甲我讲话，所以共款拢袂讲话啊。所以翕出来拢嘛是我家己讲话啊。所以你某袂讲话，你嘛是替伊讲安尼。啊，有当时伊敢会甲你反驳讲，毋是我毋是。袂，我你讲，你这就无了解查某人。歹势，恁拢查某人。查某人啊，袂爽哦。伊就是歹讲话。伊就是袂讲话。哦。啊，伫赖顶原拍一篇小说互你。我拍咧乐乐糖，我大概看乐乐糖啊，我就知影我死啊！昨暗可能酒啉伤济，去讲伤济话。系啊，陪病安呐。哦，安尼嘛是厉害呢，主人的影片会当遮尔趣味。好，过来，要问讲，即嘛就是 YouTube 订阅的人有24万外嘛？那想要请问讲，就是目前主要咧看，差不多是几岁到几岁安尼？啊，你感觉？去因来看你的影片的原因是啥物？是狗无？本来就是狗，因为这是一个狗的频道，你知影吗？所以变成我后台我发现一个足特别的迄个数字，迄个 YouTube 互你的数字就是跟人讲，15，阮的练习较宽，差不多25岁到45岁是。差不多70%，嘿，25算足低呢。25岁到45岁，啊70%，然后迄个15岁到我剩的趴就是剩的趴数，我对数字其实无做在行，重点是好数字安尼啊，是讲阮伫咧店面看到毋是安尼，阮伫店面看到其实有足侪拢是少年的啊，拢有，就是毋管是因为阮70%，我有70几%拢是女性，拢是查某的。是讲来的拢是查甫带查某来，因为叫男朋友带来，
所以男朋友较知影阮。第二就是来的拢囡仔，拢是阿公阿嬷带来，所以阿公阿嬷，所以变成伊的认知足快，变成有迄个未满，迄个无10岁，啊嘛有超过60岁，只是因为因可能无登记迄个家己的 YouTube 的迄个账号，所以变成用迄个看，所以阮来发现，我倒来这几档看，其实阮的迄个受众族群足快咧，真的，基本上拢有，所以变成对我来讲，我的内容就袂使伤过。我别讲话，对，因为有时阵囡仔咧看，因为阮本身佫是狗仔频道，所以变成足侪爱看狗仔，拢是咧输赢的。佫有第二点一个，我感觉阮频道足吸引人的、吸引人的所在，对，知无？我的声音。是咧。无，我甲你讲为虾米？毋是我的声音好听，还是安怎？因为我声音互人足好困。好困哦！嘿，我家己的 podcast 就是安尼，大家听我的 podcast 拢听咧困，听咧困。但是做好笑的，那所以我讲我困足侪人，就是困，因为因拢听我的 podcast 困呢，听我的迄个当初我会经营 podcast 嘛，是因为阮连环炮的YouTube，足侪人讲因拢听，拢放咧听声尔，放咧听声，听到我咧走，听到我咧飞，听我咧飞，所以变成因就当会听甲困呢。对。所以变成讲，有时我吸引人的所在嘛，是因为声音的关系，毋是讲声音偌好听偌迷人，就是听了足好困。对啊，就是你迄个要安讲，人讲磁性呐，迄个低声，迄个 bass 的感觉。对。而且讲的个趣味，而且放咧，你搁有法度伫遐一直讲。好，我家己的 podcast 你来看，不过因为我本身可能伤缘大，无啥朋友。所以呢，人讲一般人的 podcast 拢会请一寡来宾，阮遮有这个伤远，我无可能一工到晚找飞鸿，找阮爸，无就一工到晚去找你对嘛。感觉飞鸿袂歹诶，飞鸿应该。袂啦，阮爸若讲拢是咧叫政府尔。所以所以我就讲我家己一个人录 podcast。对。我差不多会使上久会使提差不多，拢无停。几个点钟？无多啦。1点钟我哪会出货啊？我会吐货，我差不多30-40分钟差不多。但是一直拢袂讲话，一直拢无停迄落，连水拢无啉迄落。有够厉害，而且伊个有法度拿录音拿录音啊，白变你检讨者好无？甲过年啊，录无几分钟尔伫啊。听种朋友啊，现场有2个病人，无现场有一个病人，佮有电话面顶有一个病人，一个病人确诊，咱来宾就是我哪有无爽快？对，因为逐工我甲阮囝迄个人个迄个爱阮囝来迄个樱桃小丸子的阿公，你知无？哎呀，小丸子啊，我们啊，再等一下去玩恐龙了。无就是迄人的海绵宝宝，嘿，别担心的。所以我对阮囝其实变成有足济爱陪伊讲话，陪伊开讲，陪伊大汉，所以我有足济代志爱陪伊做伙做。所以我这时阵来偷偷讲上，阮即马公司台语台有伫做台语的樱桃丸啊，会使切落樱桃丸啊，拜一到拜五下晡5点半。台语的人足赞的。台语版的哦，丸啊，你今仔会做啥啦？就是安尼，会使小丸啊！哎呀，你赶紧转来食饭啊，小丸啊！听种朋友咧想讲，咱即集到底是？毋过吼，讲到这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代志。嘿。我进入我的 IG 啊，对，算是 IG 个我的迄个粉丝团，对，上发条俱乐部，对，迄时阵就po一寡我照顾囡仔的一寡影片，我拢讲台语，对。变成迄个这条我知，这你有印象这是下卡，你等下啦，下卡有你第7条啦，第7条，我都扫过了，你偷看卡本嘛唔通，好来，无紧，咱这等下较讲，咱等下再讲，嘿，咱有因的 SOP，对，咱有咱的 SOP，好，有一部分的人哈，实在你是因为狗仔嘛，你后来，但是后尾你饲啊济猫啊，你真正敢有想过讲恁兜会有遮尔济宠物？其实吼，咱若甲时间走开，以后开来看。一开始，阮因是先是甩我，咱后壁阮较饲狗，然后柯基犬亲啊，变成狗仔亲，我人都无养，狗你人啊亲，我人都无养，来买手娶某，来人不如狗，来佮生囝，囝我嘛不如囡仔，因为阮较早有饲一只猫啊，迄是算是缘分啊，掠水狗啊。
救起来，迄只叫阿鹅，阿鹅，阿鹅嘿，阿鹅，阿鹅嘿，迄落饲差不多要3冬的时阵，因为破病，就往生去啊，过身去啊。迄时阵其实我嘛无想讲过会个饲猫啊，只是因为阮兜楼骹拄出来一只猫啊，我逐工就因为较早阿鹅存做一罐头，就逐工甲饲，逐工甲饲，来饲甲嘿，伊逐工拢会来，习惯饲啊，来了伊个生囝个出来。来后壁，咱要物件他食，咱去来去。因为猫我个掠无经验，捌掠过野猫，你知无？毋知要掠伊结扎，来后壁尾手规去，规家伙拢饲啊。嘿，就伊一概饲规家伙啊。嘿，所以就一群饲4只。来拢一只，就拢掠伊结扎了，迄落伫个今年的中元节。我下暗带狗仔去散步，佮捡着只猫啊，一只它出世的，嘿，目睭甲袂擘开，佮2点钟爱饲零嘿，就迄时阵就变成无救嘛是死啊，无就是救啊，救起来了，当然是饲啊，它要紧，规日迄饲遐济只，就拢4只猫啊，加一只无差，对，嘿所以变成即马变成就是，你讲想要饲遐济嘛，其实嘛。习惯啊，你知无？但做无用诶，做无用，吐屎吐就是久诶。即马做先进诶，有电动诶，电动诶，有电动诶。有网友问一个问题，讲啥恁兜拢是饲柯基？其实吼，阮较早几当前，我大学诶时阵20当前啊吧。迄时阵，阮妈妈是足想要饲黄金猎犬。嘿，尾手因为阮小妹读迄个日文系诶，伊。迄时阵日本做流行科技，伊感觉科技做古锥诶，所以我是咪讲，我无因为我哪有无爽快，我哈一个，你个掉，我哈一个，嘿，哈，我给我比掉，咱就是这主人诶对。迄时阵伊就想讲无，伊就无经过阮母诶同意，伊就抱一只柯基转来啊，迄时阵就开始饲，迄只柯基叫米酒。米酒，嘿，阮姓林，所以叫林米酒。来后壁叫生一只叫第2只叫林米露，第3只叫林烧酒。嘿，林烧酒生甲朋友的狗仔配种，佮生7只，阮分2只，大汉的叫林金大，细汉的叫林金济，嘿，国语叫林金大、林金多，嘿，所以变成，所以即马网络大家做侪拢知影九九多多大大，嘿，迄就是九九多多大大的哥哥。对啊，我本想讲吼，柯基可能就是对我一世人，因为即马就歹讲，因为阮3只拢甲拔掉啊，对，所以变成阮即马嘛无想遐远，因为阮嘛年纪嘛愈来愈大，有囡仔有啥，所以变成等因这3只拢完了，尾手会个饲袂个饲，阮就无确定啊。我会记恁某嘛有带一只狗仔嘛，对无？壮，迄个勇勇，伊嘛10岁啊，嘛老狗啊，11岁啊，11岁啊，今年11岁啊，嘛老狗啊，贵宾犬啊，贵宾狗，贵宾 Ken， 要做这就是惊你要讲啥？安尼就是一切拢是缘分啊。真正是缘分啊！其实饲狗，我后壁发现我饲狗饲久啊，佮饲囡仔哦，其实得心应手呢。我会感觉讲足简单的啦，因为饲狗甲饲囡仔，拢差不多。嘿，教狗教囡仔拢共款。咱进度可能较紧吼，来过来，我想搞天。别过来，后一条别。过来就是有迄1000集的迄散步影片讲着，你了会愈来愈无用。安尼你是按算讲，就是要减少影片新的进度，还是讲你会翕其他的内容安尼？比如讲你咧带囡仔嘛会当翕啊。我若带囡仔，我是有家己的频道啦。只是变成讲狗仔这边的话，因为阮迄只舅舅啉烧酒呢，蛮老啊，今年14岁，较袂晓行。所以我可能嘛想讲用一寡较新的方式，比如讲我用翕电影的机器来翕狗仔散步，你看，厉害啦！就是安尼。所以变成讲买手会较少物件，是因为我有狗仔，我厝有猫啊，有囡仔。而且就要要搞厝啊，真无用啊。对啊，所以变成
以后的代志吼，变成嘛，因为阮老爸老母嘛老啊，啊店的生意店一寡代志嘛是要我家己处理，嘿，所以变成就可能较无遐济，像较早遐尼遐尼侪时间会使后壁行后壁走啊，安尼嘿。了解，好。过来啊，过来！好，来啊，来啊！要讲，就是有一寡听众毋捌你，所以伊毋知影你进前迄件代志，就是拄则要讲的迄。因为进前就是有朋友老话甲你讲，你拢伫咧影片也是直播的时阵，甲囡仔讲代志足爽的，佮甲你讲，你甲囡仔讲演技才是正确的。啊，当初是你迄当阵甲伊谱出来，啊讲的遐话，我感觉足赞的，水开。你会当佮讲一下，就是即件代志。我当初讲啥我袂记。你讲你就是无拍算要互伊带伊去学英语啊，你著诋毁伊，甲你讲伊要学啊，但是你就是一直用台语甲教。我较早哦，我问过阮老母，我讲啥，阮细汉拢讲台语，啊，伊讲啊，你去学校学国语，你伫厝当然讲台语啊，你台语学校无教，所以变成即摆咱的迄个学校有咧教台语，爱用迄罗马拼音嘛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囡仔咧大汉的过程哦，就是我爱互伊是台语即个物件，其实足歹用字，还是用迄落去解释，知无？虽然讲咱有足侪字会使去读出即个音，是讲有足侪无共的所在，像阮玉井，阮都有无共的口音，无共的啦。这拢足趣味的，所以变成我感觉我要互阮囝感觉就是伊大汉，伊是玉井大汉。啊，伊是会晓的，自细汉就是听台语大汉的，伊伫大汉的时阵，伫迄个无语的环境内。我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玛丽，阮较早去台北西门町，阮两个拢讲台语，迄台北人外头讲，好厉害的台语哦，他们怎么那么会讲台语？所以变成对我来讲嘛，无啥。我讲真诶，我进前伫甲迄个主动咧开会的时阵，我剧本会的时阵，我拢讲台语。因哥会讲，你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讲国语？你台语讲小紧，阮听无啥有。你台语想练转啊？嘛毋是练转，就是我的习惯。变成讲阮私底下咧讲话，拢讲台语。你是毋是跟我共款？冤家的时阵拢用台语？迄个我练转的，10几字连续念的。这袂使，阮这个频道袂使播。我都祝你身体健康、平安发财。万事如意。对，这都 OK。所以因为有迄件代志了，你当初是搭迄篇了，就是你讲话嘛算较直接。到迄篇后尾敢佫有啥物发展？就是其实足侪家长哦，也是一寡网友，因拢会讲，其实本身就是安尼。你讲真正的，对我来讲啦，即马科技愈来愈发达啦。对。可能过5档10档，你嘛免学英文，免学日文啊！你直接即马都去耳机大的，迄个大的就会使直接听。会直接翻译，对，即马翻译的功能。变成即个物件，变成以后可能就毋是啥物问题，是讲台语就伊无。台语足困难的，真的，而且伊个有变调、变声调。所以我会感觉讲哦，毋管你是家长，还是你本身对台语有兴趣的，对，拢会使来听咱迄个。公司台语台 Podcast 节目，哇！伊个甲咱业配，有够感动的，有够感动的啊！好，过来，就是要问讲后摆有机会，敢会翕，就是规支拢讲台语的影片，还是讲甲囡仔规工拢讲台语安尼？其实我离迄个阮连环炮的迄个散步的迄个直播内底啊，我有足侪集拢是规。全场拢用台语讲的，有啊，因为之前佮全部拢用英文讲的。嘿，我即摆嘛会使直接用英语是直接甲恁讲。阮这台语频道变了，无，因为我的英文全部拢是台语。I flower your money。我讲迄个爱今仔日一直讲就类似像安尼，足简单的，浅显伊大家拢听有。我有时阵拢会定期的用伊个台语去做直播。变成因为阮的足侪收看的，拢是香港啊、澳门啊，是外国因听无，所以我后壁较少咧讲。有之前咱像伫直播的时阵，看到下口网友讲，伊是香港来听无？听无啊，无，因为我若是讲。想要翕，我有另外一个，我若讲甲囡仔翕影片，八就是直播，无吼，我若家己教哦，
我做频段上字幕的，哦，我本来要甲你讲，你上字幕因着看有我做啊。频段，哦，啊，你若全部拢甲恁囝讲台语，伊敢听有？听无？听无啊伊？即摆敢若听有放屎啊，啊个食饭啊，对啊个一寡有落安尼尔。伊哦即摆大部分嘛是，咱讲华语两岁尔，慢慢来，无慢慢来。赶嘿。但是伊听你讲，就小可听有。伊讲爸爸放屎，哦，嘿加甲教一寡台语的词，毋通拢甲生理的需求，好无？哦，好，安尼来说落来，工商服务时间，见，互你宣传，想要宣传啥物拢会使。其实我是足随缘的，迄个人好，安讲尼结束。人讲我人讲我是 YouTuber，我嘛家己嘛无感觉，因为我就是是，甲影片先煞藏起哩尔。对，嘿，所以恁若有闲哦，若有时间会使来听迄个来阮迄个连环炮有芒果啊，脸书还是 YouTube 搜寻，啊无就是我个人的频道咧，就是上发条俱乐部，上发条俱乐部，啊我的 Podcast 嘛是上发条俱乐部，阿花的一声，欢迎收听上发条俱乐部。啊你阿花一声爱到你。啊，所以你即摆就是听众朋友会当去，就是去找伊的迄卖种，也是讲伊的 IG，啊，而且伊拢会介绍一寡伊使用过真好用，也是讲伊个有一个足厉害，伊早我拢注意早甲即摆我拢感觉伊做的物件看起来足好食，可能是足够翕的关系。应该是我本身就爱食，嘿，所以你若爱食物件，食着好食，你就感觉更较足好食。哦，嘿，啊，阮细汉可能厝嘛无做好过，所以对食物件其实若会使食，啊，若会使食着更较好食，对，就是对阮来讲足满足的，所以阮就会甲迄满足表现伫阮的缘投的面容顶悬。好，咱今日节目就到他有人安尼一直赶人的啦。好啊，会当收尾，好，来收尾哦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叫们，来，请问，多谢多谢大家，落啦。好，多谢。拜拜，再见。好啊，好啊，要开始啊哦。好，来哦。所以来宾也不能放屁，你老板会听到。你若要放，我就甲加入去啦。你金城武的形象的，彩蛋，彩哦蛋。，你的金城武形象的。你拄仔讲迄你坐客人车的故事是啥？哦，无，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啦，哎，啊，就阮阿母带我来去迄外码头，哦，就是家己，啊，阮就是听起来都长的呢。坐计停车，哎，紧赶紧。我想嘛，哦，赶紧。嘿啊，啊，就坐车啊，就经过一间迄嗯，卖披萨的卖店，披萨，披萨，好食披萨还是歹食？对，好食好食。嘿，啊啊，就个，甲阮丈大个讲，歹势，阮敢会当去买披萨。啊，伊就等你哦。伊就停落啊，恁来，敢有分伊食？等甲披萨做好了呢。啊，敢有加钱？无无哦。嘿啊啊啊，恁敢有分一片伊食？无，那无良心吗？就是你这种人。想起来嘛，感觉真歹势。我讲了，讲了啊，听众朋友 NG 无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我拄则收到，向甲问者。